离手啊！呀，小，干嘛呀？来压！爹，你不能再赌了，这钱是给娘买药的。干什么你？爹，牌子给我，走开吧你！爹，我求你了，你快回去吧，娘还等着我们呢。滚！爹，赶紧拿钱救命！回去吧，我们。爹，给我滚！哎，滚！兄弟，赌钱输赢不要紧，你还是拿着这个钱救人一命，赶紧去给你娘子买药吧。我赌不赌钱干你屁事儿！爹，我们回去吧，爹。滚！来，哎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。爆的！老大，我就说吧，你的运气不好啊。我就说我刚才赌的时候，我眼皮子一直在跳。要走你自己走。原来是你这个没心来了。别拉我！我说老大，这赌桌上的赢才是最重要的，你哪能怪这怪那的？你要是有本事啊，就赢一把给我看。还有没有老虎不买的？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呢？定离手了啊！快！小，哎，赌大了吧，别一直小。你老大还是我老大？你是老大。小，来，大家都下了啊！我告诉你，要不你就在这规规矩矩的闭上你的嘴，要不你赶紧给我滚，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。老三，还压不压？哎呀，等，压！压你的钱呢？不是你没钱玩什么呀？没钱赶紧走啊！没钱回家。没钱就走人，快走！没钱就赶紧走，别人投位置，回去。快走吧！回去吧，爹。我拿我闺女莲香押50两，行不行？啊！你居然拿你的亲生女儿做赌注，你这个做爹的也太狠心了吧！你又算什么东西？还管我？你不好，大仔，你不好赌，你来赌啥？让主子再玩会儿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这是个扫把星。大爷，我没空陪你玩，别挡爷的道。贾老板，50两。这里没人把你当皇上，你看，不光我把你当贼星，还有别人把你当贼星。现在把我当贼星，如果一会儿就有人把我当救星。愿赌服输，来，好，既然如此，大还是小？小。哎，买定离手了。大事人现眼，压什么闺女？老子通杀！仙王，这骰子一定有问题。我怎么没看出来？我是火眼金睛，你一凡胎肉眼，当然看不出来。快，我们走！站住！哎，站住！贾老板，咱们可都不是外人。贾老板，你放了我，放了我闺女。一个月，我肯定把钱还你，翻倍。何三儿，愿赌服输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你的女儿留下来，什么时候你有钱了，再来赎你的女儿。把她拖出去！贾老板，我求你了，贾老板，就饶了我这一回吧。我这是开赌场的，不是开善堂的。滚！贾老板，走，且慢。贾老板，有何指教啊，这位公子？贾有才，你每次都摇出豹子，这个是怎么训练出来的？赌场赌的是手气，手气好的时候，一连开几手豹子是有的；手气不好的时候，连续输了10几20手，也是很正常的。风水轮流转，输赢无定数，对不对啊？没错，对。好，说的有道理。那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我这开赌场的，还不敢跟人赌吗？好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假如你赢了，我给你100两；如果你输了，你给我50两。还有这个小妹妹，她是另外的50两，怎么样？这可不公平啊！这有什么不公平的？不都是100两吗？她现在是我的人，身价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。她现在值100两。刚才不是2两，现在就100两。你也太会坐地起价了吧！莲香姑娘明明是以50两银子输给你的。
我们做生意的，自然是要赚钱的。你赌还是不赌？我赌。好。走，李湘，别动，打住他！我的赌注在这儿了，你的呢？怎么着？怕我没钱啊？有钱你就拿出来。有钱拿出来呀！拿出来呀！拿出来呀！借我点钱呗。没钱！借钱可以，不过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赌完这一局就跟我回去。龙小弟，你这是落井下石啊！那我也是跟老大学。好，如此可笑也，我答应你，给我钱。快点儿！哦。这是我的赌注。100两，100两，这么多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先检查一下骰子。检查就检查，我这儿从来不弄虚作假。还不错，没有问题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老天祝我这次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！啊，这管用吗？这个？对呀。我压大，你压大，那我只能压小喽。小，我也压，买定离手。等一下，在你打开之前呢，我要先求一求神仙。这能赢吗？这可以。老天啊，老天，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，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。好了，你开吧。不许看。哼，大！哇！他赢了！林香，老实起来，起！林香，走。你们放开！林香，这100两你先拿着，回去给你娘看病。谢谢。还有你，让我再看见你赌博的话，小心我宰了你，知道吗？多谢这位爷，谢谢。林香，多谢这位爷，赶紧走吧。谢谢。走，谢谢。你呀，别来了。老大，你这一出英雄救美唱的，这莲香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。这回知道了吧？老大我比你有魅力多了。那是，我们老大的魅力是最大的，小弟我都快被你迷死了。老大，咱们回去吧。慢！哼！哎呦，这老三，竟然敢用水银闪不良幻术，被他们给发现了，我们只能来硬的了。哎呦，朱老千啊！骰子是他给我的，你们找他。哎，老大，慢着！龙小弟，我走了，失陪了。这，哎呀！哎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呦，我就说嘛，小将花子敢偷我钱是吧？捡回去！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饶了我吧！我这兄弟们都饿得慌，才万般无奈做出这种勾当。大哥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大哥，你就饶了我吧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大爷，您心情好了。小五，怎么了？小五。我们都是流落在京城附近的灾民，已经好多日子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。对呀，是啊，快饿死了。我也没吃饭，好久没吃粮食了，就饿死了。行吧，你们跟我走吧。大哥，
你这还要送我去见官？我呀，请你们吃面去，走，走，走了，走，吃面去了。慢点，慢点，还有呢，慢点吃啊，不着急啊。大哥哥，你真好。哎，可惜我身上没什么钱了，不然的话，我请你们去对面这家酒楼吃饭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姓武，家里排行老六，叫我小武吧。小六也行。小武，我姓易，你以后叫我易大哥就行啊。小武代表兄弟们，多谢易大哥。哎，大家都别客气，从此以后啊，咱们就是兄弟了。快坐，快坐。您慢走，您慢走。好吃。哎，这位小爷在这儿摆阔呢，请这些叫花子们吃面。你是谁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哎呀，大哥哥，这个老板姓钱，叫富贵，他呀平时最喜欢摆阔气，怎么样以？戏弄穷人为乐。最近啊，城里来了好些灾民，他就做了肉包子施舍，是吗？但是得跪下磕头叫他声爹，叫我一声他才能给一个。前几日他还想戏弄我们，被我们给骂回去了。没想到这不在这儿碰见大哥哥请我们吃面，他心里啊自然看着不舒服。哎呀，这一碗面能顶几个时辰？上我家酒楼，天天有热包子施舍。小伙，你知道规矩，叫你们兄弟跪下给我磕个头，叫我声爹啊！钱副官，我们这些叫花子，膝下也是有黄金的，我们宁可沿街乞讨，也不可能跟你下跪。哎呦呵，叫我们这么多人给你做儿子，你也不怕折了寿？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哎哥，我和你也是一见如故，以后啊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今晚来找我。当然了，咱们以后就是兄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平时啊最看不起那种有几个臭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奸商。你说谁奸商？哎，谁听着耳朵刺耳，谁就是奸商啊！我说你了吗？听着刺耳吗？那你就是奸商呗！哎，大家看啊，他这是不打自招了。你从哪个犄角旮旯里钻出来的？奸商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？你看他那样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这个小弟大人怎么又找来了？你在这儿请全城的叫花子吃面，一下就传开了，我听到就过来。你来也没用，你又不是叫花子，我不会请你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？你惹了祸，我帮你摆平了，你现在过河就拆桥啊？面都不请我吃一碗。没钱啊？没钱怎么请你啊？那我请你吃面总行了吧？行，不过你得到对面的酒楼请我。没问题。当然，你不光请我，你得把我这些兄弟都带上。没问题，这么点人还能吃穷？兄弟们，他请咱们吃饭了，走了，走，哎呦呵，还真在爷面前摆起阔来了。你以为这城里就你有钱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把你酒店里好吃好喝的都给我拿出来，让我的兄弟们吃饱喝足，知道吗？好酒好菜倒是有，本酒楼的规矩可不跟外边的小面馆一样，先看一下口袋里的银子够不够，别吃完饭不够付钱的。哎，我说你眼睛是不是瞎了？我小弟这身打扮像是那种吃了饭不给钱的人吗？这可不好说，我们这酒楼开了那么多年，见的人也多了，这装模作样过来骗吃骗喝的，可不是没有。田老板，你看够不够？哎，哎呀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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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二，来上菜。好嘞，好嘞。小老板，听说你长期施舍肉包子给穷人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让他们跪下来喊你一声爹。啊，我是生意人，又不是这些穷人的爹娘，
我每天给他们包子吃，救他们的性命，难道不是他们的再生爹娘？龙小弟，这种人别跟他讲道理，直接比谁钱多最有效。老大说的对，钱老板，哎，那我就跟你比一比谁的钱多。要是你的钱没我多，不管你以后行不行善，若是要行善，就不能提任何条件，也不能以欺负穷人为乐。我不止这一家酒楼，这城里所有的酒楼还有珠宝行都是我们钱家的产业。头头，钱老板，你说京城的珠宝店都是你们家开的，那这帽子上的珠子，你可认得吗？啊，南海夜明珠，只有紫禁城里才有。哼，难不成你们是宫里的？钱老板，你还跟我比钱多吗？小人不敢。钱老板，一个人可以有钱有势，却不能无良无德，更不能无法无天。对，就算你有万贯的家财，也可能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。是。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小人日后日日行善，再不敢欺负穷人了。好，替我老大好好照顾这帮兄弟们，下去吧。是。谢谢你啊，龙小弟，没想到一出来竟遇上这些恼人之事。那现在摆完阔了，等会儿请你的兄弟们吃完饭，可以跟我回去了吧？不行，我还想再玩几天。小五，来，银票给你，记住大哥跟你说的话，让兄弟们拿这些钱做些生意，自食其力，别在街上流浪了。多谢易大哥，小五一定不会辜负易大哥的期望的。我相信你。老大，你现在还想去哪儿？能不能带上我？我想再学习一点江湖经验。江湖经验啊，行啊，那我现在就教你一些真正的江湖经验。小五，走，让开，走开，走开，他。龙小弟，谢谢你的宴请啊。下面呢，让你见识一下我兄弟的莲花阵。走远点，走来，速度。对不住了，兄弟，刚才啊，易大哥悄悄捎话给我说，一定要让我帮他逃走。免掉你们追他回家，让他去陪伴一个全天下他最讨厌的朋友。对不住了，兄台。陈后，让开。主子，咱们还是回府吧。啊，在这儿画的。我看，糖画，这是糖画啊，谢谢啊。主子，咱们就这样远远地跟着他，这也不是个办法啊。随他吧，在宫里憋了那么久，好不容易出宫一趟，不玩个尽兴啊，他是不会回去的。
老板，这个我买了。这个像我，这个像龙小弟。不对，龙小弟的眼睛没这么小。再给你捏大点，捏大点就像龙小弟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有这么丑吗？你是人是鬼啊你？你怎么老阴魂不散的跟着我呀？你是人我就是人，你是鬼我就是鬼。你忘了，咱们俩结拜的时候可是说好了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猪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喂，哎！这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疯就疯了？你们是怎么伺候你们家老爷的？回皇上，老爷自从前晚遇刺受了伤，就有些精神恍惚，昨儿召了太医院的蔡太医来瞧，说是没有大碍，休养几日便能好。可谁成想，昨日睡到半夜，老爷突然嚷着说心里燥热，在屋里大喊大叫，最后就是心疯了。皇上，年龄，你快看看，鳌拜患的是什么病？是。中堂大人，把手给我。皇上，中堂大人不是病，而是中了迷魂散之毒。迷魂散？索图，奴才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这鳌拜的日常起居和饮食，都是由他们鳌拜府的人自行照料的。奴才严格按照皇上的吩咐，从来都不插手。所以这鳌拜什么时候中了迷魂散，这奴才完全不知道。李太医，这鳌拜的迷魂散之毒有解吗？恕臣无能，解不了此毒。哎，皇上，小心啊！万一有诈。无妨。中堂大人不仅心神俱失，还元气大伤，已无伤人之力。鳌拜，你可还认得朕？鳌拜，这是朕赏你的点心，吃吧。点心？对啊，你不是说你饿了吗？这是朕特意从御膳房里给你带的，快吃吧。大胆！那不好吃，不好吃！我要吃好吃的点心，你去拿吧。我要吃好吃的点心，不好吃。李太医，中了迷魂散，可会丧失神智。皇上，从脉象上看，臣只能断定他中了迷魂散之毒。至于心智是否完全丧失，臣也不敢妄断。不过，臣有一个法子，只是这法子有些不妥，臣不敢擅用。你尽管试。
不管是什么办法，朕都准。臣遵旨。中堂大人，快起来，我这有好吃的。不好吃，你骗人，不吃。哼！中堂大人，我这有道门，你从门里钻过去，就能看到了。老爷不要啊！嘿，啊！你这道城门，本王一定要钻过去。勇士们，跟着本王，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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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胜利啦！我们占领城门啦！皇上，看来中堂大人真的疯了。鳌拜曾经权倾天下，连朕都要忌惮3分。纵然被朕打入了天牢，他也是桀骜不驯。如今连这胯下之辱都能忍，看来他是真的疯了。索通，奴才在。把鳌拜的家眷全部都送到刑部，一个一个审，必须给朕查出这下毒之人。这。李太医，为什么不把鳌拜一下子解决了？这样不比把他毒封了好，一了百了。不是我2次想要去暗杀他，都没能得手。不是你，那还能是谁？难道会是索图？这件事情太过蹊跷，以后行事千万要小心，万不可声张。臣妾参见皇上，给皇上请安。放心，不必多礼。谢皇上。皇上是批阅奏章乏了，宣臣妾过来对议几局吗？皇上怎么了？婉心，朕宣你前来，是有一件事不得不告诉你。你爹他，我爹怎么了？兵部急报，山西总兵舒建在护送平西王次子吴应奇一行进京途中遭遇劫匪，永历的部分遗物被劫。疏
文心，这已经不是一起普通的劫匪案，这背后牵扯到许多重大的机密。你爹现在还躺在案发地点附近的一个驿馆当中，不能移动。要是你爹的，那这些秘密都将随之掩埋。所以，朕已经决定立即前往山西面见你爹，调查这起劫案以及你爹举报的贪腐案。皇上要出京？是。为了不走漏风声，逼得那些幕后黑手铤而走险，杀死你爹，甚至在半路行刺朕，朕只能悄悄出宫，微服私访。同时，为了了却你爹的心愿，朕打算带你一起出宫，让你们父女见上一面。臣妾也要去啊！怎么，你不想见你爹吗？哦不，当然愿意。臣妾当然想去见爹爹，只是这后宫嫔妃出京不合规矩，皇上这样偏爱臣妾，会让宫里其他嫔妃心生不平啊。你放心吧，一切有朕。朕已经打算好了，悄悄地出京，速去速回，随着宫里和朝廷上都不会有人知道。臣妾突闻爹爹遇刺垂危，早已心神大乱，一切但凭皇上做主。婉心啊，你先别难过，要是你爹真的有什么不测，那朕会好好照顾你的。臣妾谢皇上隆恩。太皇太后，您是知道的，这京城之外暗藏着多少危险啊！可皇上他为了速去速回，执意只带了少量的侍卫，微服出行。可这路上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这么重大的责任，奴才可担当不起啊！皇上呢，他是认为，不可能在深宫中能体察民情啊，更不能够去治理天下呀。故此呢，他这次到山西微服私访，处置2桩大事，顺便呢再体察体察民情，哀家也赞同。好在此时鳌拜已经疯了，朝中的重臣们对皇上已经归心了，又有哀家坐镇，皇上呢悄悄出京几日，谅他也不至于闹出什么大乱子来。可是啊，就怕万一走漏风声，有居心叵测、胆大妄为之徒埋伏在出巡的路上，借机行刺皇上，你那可就放心吧，哀家会下一道懿旨，就说皇上啊要陪哀家闭关1个月，诵经礼佛，为我大清祈福。知道皇上出宫离京的也就只有你我这几个人而已，你呢多挑几个得力之人，务必在暗中保护好皇上。若是出了差错，哀家就为你试问。这好了，等明儿一早一出宫，朕就摇身一变，变成钦差大臣龙三了。我看到皇上给自己下了道圣旨，封自己是钦差大臣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。想起谁了？我不能说。少装可怜，没有外人在的时候，你的嘴上从来都是不把门的。那我说了啊，我想到了前朝著名的正德皇帝。他当时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，后来不停地给自己加封，直到最后自己篡了自己的位。你居然拿朕和正德那个昏君比？看，生气了吧？小心眼儿！我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典故，就是想在肚子里腹诽一下。本来我不想说的啊，是你让我说的。你看，说完你就生气。正德这个皇帝啊，从来就没有认清身为皇帝的职责，他只是把皇帝当成了一个游戏。
而把天下的人都当成游戏的筹码。他是朕的前车之鉴，朕是绝对不会效仿他的。朕写了这道圣旨，只是为了出宫查案方便。是，我的龙小弟是天底下最好的皇上，是个圣人，是个天子。那个正德就是个糊涂虫，他连给我的龙小弟提鞋的份儿都不配，是不是啊？这话听着舒坦。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哎呀，在这宫里啊，只有你和朕敢这么调笑。本来朕想到叔家命在旦夕，齐要是又不知道被谁给劫走了，朕的心情很是沉重。没想到跟你说笑两句，心情就轻松了下来。好了，有了这道圣旨，又有了这个如朕亲临的金牌，应该足以应付出宫以后的一切状况了。我来帮你保管。那可不行，你连自己都能弄丢了，我可不能把这个圣旨和金牌交给你这大马虎保管。看不起人是不是？在宫里你罩着我，但是出了宫以后，就是我罩着你了。吹，使劲吹啊！大清朝吹牛不上税。给我，给我！第一次离开京城吧，外面的大千世界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新鲜啊？那当然了，紫禁城不过就是一个人工雕琢的弹丸之地，哪儿比得上这自然风光、秀丽景色呀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。这个是新娘回门，是民间的风俗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外面的大千世界啊，可比你的紫禁城里面有趣多了。朕确实是大开眼界了。不过咱们可不能只顾着观光，还得抓紧赶路。这输送兵的伤势极重，随时有可能不治，朕得赶着见他最后一面。错了！你出了紫禁城就不能老说朕了，得说我。对，朕。说习惯了，一时改不过来。那你当时冒充龙三侍卫骗我的时候，怎么谎话变得那么溜啊？也没见你说漏过啊。其实我当时也说漏嘴过，只不过呢，被我自己圆回来了，没发现而已。某些人啊，自诩聪明，其实笨得要死。反正这笔账我一直会记着的。好啊，那老大永远记着，小弟我也永远记着。前方路已坍塌，可能需要另辟路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好，你们两个人分头探查。这。那个不是纳赛吗？他们都乔装打扮成侍卫，一前一后的干嘛呀？索图啊，精选了30个大内高手在暗中保护我，我不许他们靠得太近，以免引人注意暴露身份。所以啊，就把他们分成了3组，一组在前探路，一组殿后。果然安排的妥当啊。索图以前只是被鳌拜打压得太狠了，所以不得不韬光养晦。其实啊，他还是挺有能力，对朕很忠心的。主子，前行30里非常安全，并无异常。只是前方有一座石桥，数月前被山洪给冲塌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绕行100里外的另一座石桥。绕行100里？是啊。既然这石桥是数月前就坍塌了，为何一直没有修复？这个，看这地界，应该还没有出顺天府的管辖区吧？这顺天府尹是干什么吃的？可能他们现在
缺乏经费吧？缺乏经费啊！前阵子就有不少大臣上折子弹劾，说这个顺天府尹甘国泰上个月借着给他老娘过70大寿，光是纯金打造的观音大士像就收了10几尊。现在轮到为百姓铺路修桥，他就没钱了。他少修一座桥不打紧，可所有的行人就必须绕行100里，百姓们的不便，在他眼里就这么微不足道吗？是啊，主子。主子息怒。主子啊，别生气了。这出宫一路上啊，肯定会碰到很多宫里见不到的奇奇怪怪的事情。你要是每件都生气，得生气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不如这样吧，你看啊，我把这条路上的每一件事都记录在册，等回京以后慢慢的处置，怎么样？是吧，索大人？是啊，是啊，世淑姑娘说的是啊，主子。也只能如此了。事有缓急，待我先见过书监以后，回京了之后再行处置吧。嗯。出发。这，主子，来，我们走。撤，撤。累死我了！之前在宫里处处小心，步步为营，都不敢喝我的野山葡萄酒。嘿，酒，来吧。哇，好爽！哇，好喝！江上舟摇，楼上帘照，秋娘独语太娘娇，风又飘飘，雨又潇潇。这个丫头一出宫兴致就这么好。影子声调，心自相烧。环妹，环妹，一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环妹，环妹，开门啊，环妹！热死我了！哇，好热呀！环妹，环妹，怎么了？一准是喝醉了。以前就有这样的毛病，喜欢喝酒，偏偏呢酒量又不行，没喝几杯就醉了，一醉就会旁若无人的且歌且舞。肯定啊，这在宫里被憋坏了，这出宫啊就跟撒了欢的马似的。花儿，环妹，开门啊！花儿，环妹，花儿，环妹。好，漂亮好！姑娘，你下来唱，这簪子就是你的了。环妹，快下来！简直是不成体统。花儿，别唱了，快进去。可是我还想唱歌呢。我唱歌好听吗？好听。再来一个。我手上这对坠子就当个天头，如果你能让我兄弟高兴的话，它就是你的了。好，继续唱给你们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如果这个耳坠您不喜欢，簪子也不喜欢，这儿还有金镯子哟。下来，姑娘，下来，这个就给你。快把梯子搬过来，快！哎，下来，别唱了，快进去，进去。都喜欢听我唱歌，对吧？对。再来一个。来，姑娘，也给你戴上。来，伸出手来。金镯子。
我才不要什么金镯子呢，不要。这个不喜欢呐，没事，爷还有杨志毅的镯子呢。环妹，给我下来！哎，小心，小心，老爷！谁啊？谁啊？你呀，好大的胆子，敢搅爷的好事儿！你哪来的？搅你好事怎么？啊！你再动我一下，我动你怎么了？找死啊你！啊！主子，住手！闪开，闪开！怎么回事啊，老杨？这还是个高手呢。吃瘪了吧？啊？咱们是来办正事的，没必要节外生枝，争风吃醋。你看，走吧。啊，此言差矣，兄弟。现在不是争风吃醋的事儿了，是我面子的事儿。我要让他们知道这是谁的地盘，谁才是王法。爷就是王法。别叫！酒醒了之后，看着，看我怎么罚你。哎呦，公子，公子，多有得罪了。我不知道这姑娘是您的丫头，要不您把她让给我，我给您1000两银子。我出2000两，我出3000两，滚！猪哥哥，猪哥哥，哎，我纳赛，咱们走。一欢，哎呦，你可算醒了。来，过来擦把脸，喝杯茶吧。薛姐姐，我昨天是不是喝多酒了？我没闹什么笑话吧？你昨天醉的是一塌糊涂，你都不知道啊？你都耍酒疯了呢。啊，不是吧？当然是真的。你走出了房间，又唱又跳的，引来了好多人围观，还有人要竞价买你，可把主子跟大师兄气坏了。主子还跟人家打了一架呢。完蛋了！所以啊，你以后别再喝那么多酒了。又香又甜的品尝座。就是精致的。2位龙小弟，主子。这个喜欢吧？哎，猪哥，您再看看。都不理我找薛姐姐。这个龙小弟跟猪哥哥都太小气了，只不过喝多酒没干什么，一直不理我，至于吗？你呀，你还好意思抱怨？皇上这次微服私访，本就不想惊动任何人，你却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。皇上长这么大，大概是第一次为一个女人跟人打架。他是什么身份啊？连尊贵都不顾了，他心里当然气了。至于大师兄，你本就是他从小定亲的未婚妻，他心里肯定更气了。关键是我不知道那个野山葡萄酒后劲儿那么大，哎，喝的时候甜甜的，结果喝下去一会儿脑子就一片空白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欢儿，你平时任性妄为也就罢了，怎么在这个特殊时刻也不知道检点一下？你知不知道，昨天晚上我们大家有多担心你？万一你醉酒后一不小心泄露了大家的身份怎么办？还好你昨天晚上
只是唱歌跳舞耍酒疯，没有说错话。不然这段时间我们所有人的苦心经营全都白费了。哦，花儿知错了，以后再也不贪杯了。大赛，义父，让他们去把马喂一喂，然后你再安排几个人四周警戒一下。这。你干嘛不理我呀？以前是谁说的？无论我做了让你多不开心的事儿，你也不会不开心，也不会不理我的。如果说话不算数的话，那你就是小狗。少来这一套！你不是早就把我们小时候的情谊抛在脑后了吗？猪哥哥，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呀？你永远都是我的猪哥哥，我也永远都是你的欢妹妹。行了，你看，笑起来多好看，你刚才那样丑死了。你呀，就知道我心软，好欺负。四师傅有急事召唤我，但是如果我这个时候离开，势必会引起康熙和索图的怀疑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去。如果康熙跟索额图问起来，你就说我因为你们都不理我，跟你们耍性子。好，快去快回。野花，四师傅，哎呀，我想死你了！有没有小花啊？你呀，学艺不精，还敢偷偷溜出谷去，害得四师傅整天担心你。啊，太子呢？哦，他这会儿行动不方便。四师傅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舒剑的女儿舒婉心，她逃走了。啊？四师傅，啊，四师傅，什么事儿？舒姑娘的心疼病犯了。走，快！哎呀，啊！救命啊！怎么了，舒姑娘？师傅，我的心疼病犯了，求您救救我呀！救救我！心疼病？啊，要紧吗？严重，如果不救我，我会没命的。求您，赶紧找范神医救救我吧。当时你义父不在谷中，我又不能违反规矩，把谷外的郎中带回谷中，我就只好驾马车，连夜带着舒婉心去谷外找郎中。撤！撤！哎，叶师傅，叶师傅，我肚子疼，让我下去，我要去方便一下。叶师傅，我肚子疼。哎呀，哎呀，谢谢叶师傅。哎呀。没想到他趁机逃跑了。这舒婉心出身于官宦之家，又不会武功，她是怎么从你手中逃走的？你知道的，四师傅有些迂腐，把男女大防看得很重。她一个女孩子家要走得远远的去方便，我也不便跟着去查看。等我发现异常，赶紧去追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你知道的，你四师傅是旱鸭子，不会游泳。那舒婉心呢？她不会被淹死了吧？她虽然不会武功，但毕竟出身将门，不像普通的官宦人家女子那般娇弱。而且她从小长在江边，水性很好。当初晋王把她交给我看管时，曾把记载着她的背景资料也给过我。可我这还是
被他装病时可怜的样子给骗了。没想到他借机会逃跑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！这舒婉欣要是去报官的话，那六师傅和雪姐姐全都暴露了。说来也奇怪，这舒婉欣逃跑1个月了，官府那边居然毫无动静。舒婉欣没报官吗？我们也想不明白他没有报官的原因。但是，他极可能已回山西老家去找他父亲舒建了。据默生他们传来的消息，舒建现在伤得很重，但吊着一口气，估计是想见他女儿最后一面。幸好到今天，舒婉欣还未曾出现。哎呀，这下可完了！你说这康熙要去见舒建，这如果舒建真的跟舒婉欣见上了，那咱们全都暴露了。你们几个孩子潜伏宫中，出生入死，四师傅连这点小事都没办好。四师傅，您别这样说嘛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别责怪自己了。这样，我先回去把这个情况告诉朱哥哥，还有六师傅，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对策吧。好，现在呀，你们就想办法拖延时间，让康熙晚点去见舒建。我这边也抓紧时间去找舒婉欣，最好赶在他们父女相见之前把她找到，重新带回明珠谷。李太医，索大人啊，这世淑姑娘怎么不见了？啊，她呀，她看我跟主子都不理她，觉得没趣，就赌气跑了。哼，是吗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人去找找她？哎，不用找，这丫头的脾气我了解，她就是故意使个小性子。这会儿啊，不知道在哪个林子里等着我们去找她呢，咱们就偏不去找她。她觉得自己这招不起作用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啊，是吗？没想到世淑姑娘这么小孩子心性。哎呀，不过这天色不早了，主子又急着赶路，恐怕她这么耽搁时间，主子会不高兴的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走，她回来发现我们不在了，自然会跟上来的。那可不行。主子虽然着急赶路，可更担心世淑姑娘的安危。如果我们这样把她丢下走了，主子是不会答应的。也是啊。哎呀，你说她这跑哪儿去了呢？哎，对了，师傅，我忘了问你了，我们谷中排查内奸排查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咱这明珠谷中啊，有300多户人家，800多人口，都是大名士逃进谷中避难的。这些人来自5湖4海，身份十分复杂，一时很难查出。其实那个内奸跟我交过几次手，虽然他蒙着面，而且声音也做了变音，但是他的武功套路我感觉很熟悉。你居然和他交手了？就你那3脚猫功夫，也敢去抓内奸呢？哎呀，四师傅，看你的大惊小怪的样子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我有事就站不到你面前了。我只是觉得，这个内奸好几次跟我交手都可以杀了我，但他都手下留情，而且他的武功套路我那么熟悉，我有种预感，他一定是谷里的人，说不定还和我们很熟。四师傅，你一定要把这个情况告诉我爹，还有各位师长，大家好好想想谁最有这个可能。好，我一定转告晋王，但你以后千万不要再逞能了。我膝下没有女儿，只有默生一个儿子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拿你当亲闺女看待。你若有什么意外，我一定会很伤心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四师傅，你放心吧。虽然我别的武功学的最差，但是我轻功好啊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先逃命呗。光复大明的大业虽然很重要，但在四师傅心中，你们这些孩子的性命更重要。四师傅，所有的师傅都认为光复大明是最重要的，也只有你了，最疼我们这些小辈。不说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好。索图。主子，叶欢还没回来。是啊，这易欢姑娘还没有回来，我们要不要派人去找一找？不用找了，真是胡闹！我回来了，主子。哎呦，易欢姑娘，
主子担心你的安全呢。左大人，这边请。哦，好，主子告退了。龙小弟，你还生气啊？你不理我吗？你不理我，从现在开始呢，到山西有几百里路，那你打算一路上都不理我了吗？龙小弟，龙小弟，怎么办啊？我的龙小弟不理我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那好吧，李欢，你可知罪？奴婢知罪。那我问你，犯了什么罪啊？奴婢犯了贪吃罪、贪玩罪、贪杯罪。那你打算怎么赎罪啊？奴婢给主子唱首歌吧。如果主子笑了的话，就当原谅奴婢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你先唱来听听。好的，我现在就给您唱。嘻嘻嘻。主子听好了啊。上舟摇，楼上帘照，秋娘独语台娘娇，风又飘飘，雨又潇潇。何日归家新可抛？影自声调，心自相绍。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李欢，你给我听着，你以后要是再跳舞给别的男人看，或者让别的男人看到你除了脸和手以外的地方，我饶不了你。哦，知道了。停！在马，过来交钱。慢点。怎么了？我们要过去。废什么话？到那边交钱。交钱。军爷，我们过路要交什么钱啊？要想过关，先交税钱。哦，税钱。怎么不走了？主子，这军爷说了，他要收您的过路钱啊。哎呀，过路钱，你们天天在这收吗？这位军爷，你这收的什么钱？关口要道，过往商旅一律上交税钱2吊。可我们不是商人，为什么还要交税费？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只要从我这路口过，就得交钱。这大清立国30余年，怎么没有听过这样的规矩？少给我啰嗦！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哼，看你像个贵公子模样，2吊钱拿不出来，不想出钱就别从我这过。好，这钱我出，不过你得告诉我，是谁让你们在这收钱的？这是我们知县大人的命令，你还想怎么着？龙小弟，这一个小小的知县就敢巧立名目胡乱收费，再大点的官可了得呀！哎，回去告诉你们大人，就说他头上那顶乌纱帽很快就要保不住了，知道吗？我们知县大人朝廷里有人，就你们，算哪根葱啊？我们算……行了，咱先别说了，别耽误了主子的正事啊！哎，把钱拿过来。这次出巡，看来真是出对了。
进城交税。军爷，你们这儿进城还交钱啊？交啊，每车5钱。每车收5钱？又怎么了？主子，这位军爷说了，进城的车辆收税，每车5钱银子。车辆进城也要交税啊？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？知州大人就是这儿的王法，这命令可是知州大人亲自下的。来吧，给钱。这，哎，你们呀，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王法。朕自入山西以来，一路所见，民多疾苦，而各地方官各自为政。朕一日行100余里，竟连遇3处关口，巧立名目收取税费。过往商旅都被迫缴纳所谓道路修补款项，贪污之风可见一斑。念及民生之苦，朕实不能寐。老大，都记下来了吗？放心吧，全记下来了。老大，你觉得我能算是一个好皇帝吗？你呀，马马虎虎吧。你别生气啊！你之前跟我说的，让我在你面前不能说假话，只能说真话的。要是你以前这么说的话，可能我还会不高兴。但是现在我不会了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只是一个马马虎虎的皇帝，离一个好皇帝还差得远呢，差得远呢。